無胚狀態可以隨意間隔，成層11000幾車，想點裝就點裝，滿足晒你辦公室嘅唔同需求。各位澳門老闆睇過來，我而家喺星匯中心22樓實拍，呢個景觀真係冇得頂。灣仔、橫琴、澳門塔、新葡京，仲有澳門皇宮，我帶你360度轉一圈睇下。對面就係灣仔，視野同樣係唔會有遮擋嘅，每日都可以喺一線海景甲級寫字樓辦公，以後都一樣係冇遮擋。360度唔單止可以睇澳景，睇珠海呢邊同樣係好闊落嘅，前邊就係前山河、拱北昌城橋嘅位置，望過去就可以睇到珠澳跨境區出入口，旁邊就係青州關口，行過去1分鐘就到跨境專用口岸，單排車唔使預約，你想幾時過就幾時過，室內仲係冇承重柱遮擋嘅，15分鐘就可以覆蓋成個珠澳核心區，亦都15分鐘可以去到澳門半島任何位置，交通真係超級方便，轉一圈又到澳門啦。落邊呢度就係澳門海關啦，同埋對面筷子基都係一河之隔，360度冇承重柱，想點格就點格。最緊要係呢度租金只係澳門嘅1/4，一年仲可以慳返幾十萬純利。想發展內地市場，最好嘅選擇。想了解嘅老闆就係評論區留言啦。